係大量嘅積水啊！咁啊，雙方球員踢得相當之吃力啊！好啦，開賽冇耐啊，呢個波就真係傳得好靚。有機會先啦，嚟自咧就費蘭道左腳彎到埋嚟，結果就保連奴成功搶點得手嘞噃。呢邊掉入去，無心插柳，保連奴一個倒勾射球，笠死呢邊。頭正話可以啦，未入到去禁區咧，華維迪就已經開咗角球啦。東區首先嚟到呢個攻勢就即刻成為入波咯，伊高沙托尼嘅直射，然之後中間打少一個人，佢哋都係冇放棄到嘅。伊高嘅罰球揾到保連奴90加，演出失咗韋法頓嘅啦。今次華維迪直接助攻添啦嚇，一個咧就角球啊，好精彩傳中球俾到呢邊咧就保連奴。文海智啦、李樂謙啦，呢啲年輕球員都先後入替㗎啦。跟住天母高夫斯基刻意造就俾保連奴推到埋去。咁啊嚟到尾段咧，84分鐘就領先到掩開，係咪有啲伏線呢？伏線係咪呢個時候出嚟呢？李家豪俾到費蘭道，費蘭道望到遠處都係後備入替嘅保連奴，都係作翻個80分鐘反超前3-2，6分鐘入2球啊！最佳嘅換人呢，就一定係呢一個啦，保連奴。